大家好，我係劍橋聯合醫務中心嘅鍾醫生。今日想同大家講嘅題目就係糖尿病同埋糖尿病嘅飲食。咁同大家簡單重溫返咩係糖尿病先啦。咁糖尿病係一種慢性嘅代謝異常疾病，主要原因係體內胰島素嘅供需不平衡所引起嘅。食物中嘅糖分經過消化之後會分解為葡萄糖啦，正常就會喺小腸被吸收，再由血管循環系統將葡萄糖送去身體唔同嘅器官使用，提供細胞所需要嘅能量，或者儲存為肝糖原或者脂肪作為日後使用。咁胰島素嘅功能呢，就好似一條鎖匙，在於促進葡萄糖進入細胞發揮作用。但係當胰島素分泌不足，或者體內對胰島素產生抗拒嘅時候，葡萄糖就唔能夠有效咁樣進入人體細胞，咁樣就只能積聚喺血液中，造成血液中糖分過高，並且由尿入面排出。咁呢個現象呢，其實同時都會導致脂肪同埋蛋白質嘅代謝紊亂嘅。咁糖尿病係一個慢性疾病啦，容易會有唔同嘅併發症啦，包括神經系統啦、微絲血管啦，同埋大血管嘅病變。咁係一個普遍而且危害人體較為嚴重嘅內分泌代謝疾病。咁糖尿病呢，有分一型同埋二型嘅。咁個主要分別就係一型糖尿病呢，多數係年輕人啦；咁二型糖尿病呢，多數係中年以後先發病嘅。咁一型糖尿病嘅病人呢，佢發病就比較快速啦，咁同埋比較上會容易有一個併發症叫做酮症。咁二型糖尿病呢，通常係慢慢去發病嘅，初期呢，好多時都係冇症狀。一型糖尿病嘅病人呢，通常體型比較消瘦啦；二型糖尿病嘅病人呢，體型呢都係肥胖嘅。咁一型糖尿病嘅成因就係因為先天性病人缺乏胰島素或者近於衰竭啦。咁但係二型糖尿病嘅病人呢，佢哋唔係冇產生胰島素或者胰島素唔夠，只不過係佢哋身體裏邊嘅細胞因為肥胖等等嘅問題呢，就慢慢對胰島素產生抗拒性。咁其實個胰島素分泌嘅數量呢，係相對呢，係只係有輕微嘅減少，甚至乎係正常嘅。咁所以呢個發病嘅原因呢，都會導致治療上嘅方針有啲唔同嘅。一型糖尿病呢，因為佢缺乏胰島素啦先天，咁所以佢必須要配合呢個胰島素嘅治療，咁再加埋配合飲食同埋運動啦。咁二型糖尿病呢，一開始呢，其實就唔需要打胰島素嘅，咁就不斷就係只需要慢慢增加嗰個治療嘅程度啦。一開始唔使食藥，淨係靠飲食去控制啦，或者去做運動啦。咁後期如果飲食或者運動唔得嘅時候呢，就會用口服嘅降血糖藥物啦。咁如果用咗幾隻4、5隻嘅口服降血糖嘅藥物都仲未控制到血糖呢，咁後期呢，都係需要注射胰島素去控制病情嘅。咁呢，糖尿病第一型呢，亦都稱為胰島素依賴型啦。咁啱啱講過啦，個病因就係話其實先天性佢胰島素分泌不足啦。咁點解呢？其實就係話胰島素呢，就係靠胰臟生產出嚟嘅。咁胰臟裏邊製造胰島素嘅細胞呢，當遭受破壞嘅時候呢，咁就唔能夠製造胰島素啦。咁點解會遭受破壞呢？其實呢個就係同遺傳同埋自身免疫系統出現毛病有關啦。咁二型糖尿病呢，亦都稱為非胰島素依賴型，亦都係最常見嘅類型嚟嘅。咁呢，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唔係胰島素分泌不足，只不過係胰島素發揮唔到佢應有嘅功能，因為身體嘅細胞對胰島素產生抗拒性。咁最主要原因呢，其實都係同不良嘅飲食習慣有關啦。好多時病人嘅體型係肥胖，
同埋佢哋缺乏運動嘅。咁當然遺傳都有一定嘅因素喺入邊啦。咁邊啲人係患上糖尿病嘅高危一族呢？咁當然，如果佢家族裏邊係有人患上糖尿病嘅，呢個有家族史嘅情況底下呢，咁糖尿病個機會就會多啲啦。年齡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素。咁年齡如果超過45歲嘅話呢，就會個糖尿病嘅風險就會增加啦。肥胖，尤其係中央肥胖，都會大大咁增加患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啦。咁如果係媽媽嘅話呢，咁如果佢生產過重嘅嬰兒呢，佢日後患上糖尿病嘅風險呢，其實係都會隨之而增加啦。咁另外，如果佢本身係一個已經有高血壓啊，同埋膽固醇高嘅一個病人呢，咁佢日後患上糖尿病嘅機會都會增加嘅。咁另外，缺乏運動嘅人呢，其實佢都會係容易患上糖尿病啦，因為缺乏運動嘅人呢，通常都會伴隨住有中央肥胖嘅問題嘅。好啦，咁糖尿病咁佢有啲咩常見嘅症狀呢？咁第一啦，可能會多夜尿啦，同埋經常會口渴。咁隨住胰島素嘅失效呢，葡萄糖就未能有效咁樣進入體內細胞。咁於是乎咧，就導致血糖上升啦。過多嘅血糖咧，就會經由尿液排出，所以就會造成多尿嘅現象啦。好，另外咧就會多吃啦，同埋容易疲倦。咁點解會多吃咧？因為糖尿病嘅病患咧，佢體內邊嘅細胞咧，其實未能夠充分咁利用葡萄糖，咁所以咧佢就會經常處於一個飢餓狀態。咁所以佢就會經常想有食嘢嘅嗰個慾望啦。咁另外咧，體重下降都係一個常見症狀嘅，因為細胞咧，佢為咗攝取能量咧，會將體內一早儲存咗嘅蛋白質同埋脂肪咧，去分解做葡萄糖，咁導致病者體重下降。咁另外啦，視力模糊，因為咧高血糖咧係會令到眼睛個晶體折射嗰個功能咧係有改變嘅。咁另外又仲有一個比較唔係咁明顯嘅症狀啦，就係皮膚痕癢咯。咁如果係女士嘅話咧，女士嘅陰部咧可能會容易因為高血糖咧而受到念珠菌嘅感染啦，而引致陰部痕癢嘅。另外咧，雙腳咧都會有麻痹、刺痛同埋冇力嘅情況啦。傷口如果有一個傷口嘅話咧，有糖尿病嘅時候咧，佢就會容易發炎，又或者整傷咗之後咧，好耐都埋唔到口。咁你要留意翻嘅就係咧，雖然啱啱講咗咁多症狀啦，但係其實早期嘅糖尿病患者咧，其實就冇一啲好明顯嘅病徵嘅。咁所以咧，都喺度建議翻咧，年紀有翻咁上下嘅一啲嘅院友啊、病友咧，其實如果可以的話咧，去定期做翻個身體檢查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點解糖尿病係咁值得關注咧？就係因為佢往往如果控制得唔好嘅話，係會伴隨住一啲非常之嚴重嘅併發症。嚴重係講緊係會大大影響生活質素，甚至乎係會影響預期壽命嘅併發症。咁血糖長期偏高咧，會破壞血管啦，影響身體器官嘅功能，甚至令到器官壞死。咁呢啲就係糖尿病併發症嘅病理啦。咁常見嘅糖尿病併發症就包括中風、視網膜出血，咁嚴重嘅話可以導致失明啦。心臟病、腎衰竭、腳部神經麻痹、傷口不能愈合等等啦。咁由於患者喺早期糖尿病嘅時候咧，其實係冇明顯嘅病徵，咁所以每當病徵出現嘅時候咧，個情況已經可能去到好嚴重㗎啦。咁所以咧，除咗日常要做血糖監測或者定期做身體檢查之外咧，如果患者已經係有糖尿病的話咧，我哋都非常之建議
佢哋會去醫院或者診所去做定期嘅併發症檢查嘅。咁呢度就啱啱都講過啦。咁腦中風啦，咁因為糖尿病係會破壞血管嘅，咁所以就容易會造成腦血管嘅充血或者栓塞，咁啊會導致中風啦，機會比一般人高4倍。糖尿眼啦，咁血糖過高咧會導致血管閉塞啦，咁因此視網膜嘅細胞會因為冇血到咧而產生一啲新嘅小血管，咁但係往往呢啲新嘅小血管咧其實都係個功能都唔係好足夠嘅，咁所以久而久之咧其實都會引致個視力越嚟越模糊啦、下降啦，甚至乎失明嘅。咁糖尿病嘅人士失明機會咧係較正常人高25倍嘅。咁心臟病啦，咁正如啱啱所講啦，所有嘅併發症都係因為血管嘅破壞而引起啦。咁供應心臟嘅血管都唔例外嘅。咁如果阻塞咗心臟嘅血液循環咧，其實就會導致有心肌梗塞啦，係啦，咁甚至乎會係致命啦。咁糖尿病患心臟病嘅機會咧係會比一般人高4倍嘅。腎衰竭啦。咁血糖長期過高咧，會令到腎功能受損。最後咧，如果腎功能係去到一個末期腎衰竭嘅情況底下咧，咁病人係有需要接受洗腎，甚至死亡嘅。咁約有2成至4成嘅糖尿病人咧，會喺10年之內咧會出現腎衰竭嘅情況。咁糖尿腳啦，下肢血管硬化，減低神經線嘅敏感度。最後可能因為傷口潰瘍控制唔到個感染咧，而需要截肢嘅。咁值得一提嘅就係咧，糖尿病人需要截肢嘅機會咧係平常人高過20至40倍嘅。咁咧就講返個普遍性啦。咁其實香港咧每10個人入邊咧就有1個咧就患有糖尿病，咁呢個係已經講緊係成個人口啦。咁如果你計返老人家嗰個情況咧，就更加唔止添嘅。咁數目咧有持續上升嘅趨勢啦。咁其中有半數係高達半數嘅人咧係未經診斷。咁而經診斷者當中咧，其實少過半數係有接受定期治療。咁另外咧，有啲人雖然已經接受治療咧，亦都係少於半數得到最佳治理嘅。咁所以呢個整體大環境嗰個情況係絕對唔理想嘅。咁咧對付糖尿病最好方法咧就一定係預防啦。因為啱啱講到其實就算知道咗，亦都未必得到最好嘅治療，因為有機會喺食藥啊，或者遵守醫囑嘅過程中咧，病人又會未必聽話啦。咁亦都公立醫院嘅輪候情況咧，其實都係比較唔理想啦。往往如果一次覆診之後又要等4-5個月先覆診，咁中間嘅一啲血糖嘅監察咧，未必會做得太理想嘅。咁所以咧併發症嘅機會咧，其實都會高啦。咁所以唯一可以防患於未然方法咧，就係去預防啦。咁飲食控制咧係其中一個預防嘅方法啦。咁都係希望糖尿病患者都能夠喺日常生活嘅飲食當中咧，係得到適當嘅能量啦、糖分啦，同埋其他嘅營養素。因為其實就算有咗糖尿病，都唔等於佢一定要食好少嘢嘅，因為都盡量希望係想佢控制到血糖得嚟咧，係可以攞到個平衡，佢可以獲取返原本應該要獲取嘅營養素啦。咁我目標就係話要保持血糖水平咧，盡量係低於7嘅，咁就可以減低同埋控制併發症嘅發生啦。咁其中一個去預防糖尿病又或者預防糖尿病惡化嘅一個好簡單嘅指標就係、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就係 BMI 啦，其中一個體重指標啦。咁其實個計法就係用公斤嚟量度嘅體重去除返用米嚟量度嘅身高嘅2次方。
咁就啲範圍咧就喺呢個表都有講㗎啦。咁肥胖就係大過25啦，過重就係23至24.9啦，咁細過18.5就係太輕。咁呢個就係根據亞裔嘅人士，因為世界衛生組織根據亞裔嘅人士而編定嘅一個亞裔嘅 BMI 指標嚟嘅。咁呢一度就講返食物金字塔嗰啲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就係食最多就當然係一啲嘅碳水化合物類嘅嘢啦，譬如麵包啊、穀物類啊、飯啊、粉麵啊呢啲啦。咁其次就係蔬菜同埋水果啦。咁再其次食適量嘅份量就係一啲肉類啊、蛋白質類嘅嘢啦，譬如瘦肉啊、豆啊、蛋類啊、魚類啊嗰啲家禽類嗰啲啦。咁最少一定係一啲嘅調味料啊、精製食物啊，譬如話油啊、糖分啊、鹽啊呢啲啦。好，咁就應該多吃嘅食物蔬菜啦，每餐大概3至5兩。咁另外要多飲白開水或者清茶，咖啡亦都應該走甜。咁調味嘅時候咧，應該盡量少用糖或者豆粉，可以多用啲野味啲嘅配料，譬如薑啊、蒜啊、胡椒啊等等啦。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用代糖嚟增加食物嘅甜味嘅。咁就水果其實都係同蔬菜嘅一個都應該係要多食啦。咁有唔同類型嘅水果啦，咁其實個份量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咁樣嘅。咁有啲食物就避免大量進食啦。咁譬如一啲含高澱粉質嘅食物啦，譬如馬鈴薯啊、番薯啊、芋頭啊、蓮藕呢啲啦。咁有一樣嘢其實都大家好常見，咁但係其實就都盡量唔建議食好多嘅，就係一啲中式嘅煲湯材料啦。咁譬如話杞子啊、紅棗啊、蜜棗啊、人參等等啦。咁其實呢啲個糖分都會比較高一啲嘅。咁呢個表咧又係列出咗一啲高澱粉質嘅材料啦。咁其實入邊都係有好多一啲我哋煲湯嘅材料或者我哋鍾意食嘅嘢。咁就唔係話一定唔食得，但係其實就應該係盡量少食，係啦，咁樣為主咯。咁當然有啲嘢就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話有啲嘢係盡量避免進食，譬如汽水啊、糖啊、朱古力啊，或者糖作為一個糖分作為一個調味料啊。咁啊各式各樣嘅油啦，豬油、牛油啲動物油啦、肥肉啦、太油膩嘅湯啦、雞皮啦，咁或者啲醃製嘅食物，譬如話臘腸、罐頭，或者鹽分太高嘅食物啦、煎炸食物啦、全脂奶。奶係好重要嘅，對於補充鈣質，但係我哋都係盡量建議飲低脂或者脫脂奶。咁全脂奶嘅脂肪含量係太高㗎啦。咁邊啲係屬於高鹽分食物呢？咁罐頭食物唔使講啦，因為佢係醃製嘅。咁另外有咩醃製食物呢？臘味啦，譬如臘腸啦、滷水嘅食物啦、醃製嘅肉菜啦。咁另外即食嘅食物都偏向比較高鹽分嘅，醬油都係啦。咁啊豉油、雞精、味精、薯片、鹹蛋、涼果呢啲全部都係啲高鹽分嘅食物嚟嘅。咁就烹調咧係盡量都適宜清淡一啲啦，同埋鹽分嘅水平要少一啲嘅。咁就選用啲清淡嘅烹調方法，譬如嘗試以一啲天然嘅香料調味料去代替鹽啦。咁其實都好常見嘅，可以用花椒啦，可以用八角啦、薑啦、葱啦，甚至乎蒜頭嘅味道都係好出嘅。黑椒啊、胡椒啊、檸檬汁啊呢啲都可以作為一啲嘅靈感啦，係啦。咁糖尿病患者咧，
飲食有啲注意事項呢，大體上都可以總結為呢幾點啦。要遵照翻營養師同埋醫生嘅餐單去進食啦，避免食啲好高甜或者糖分太高嘅食物啦，避免高脂肪或者高膽固醇嘅食物，避免酒精飲品，多食高纖維嘅食物，例如水果、蔬菜、麥皮，同埋最緊要保持翻個正常體重同埋做適量嘅運動。咁有啲糖尿病患者咧都會鍾意自己下廚嘅。咁呢度就有啲貼士啦。咁烹調嘅時候咧，就最好除去肉類或者家禽嘅肥膏啊，同埋嗰啲皮啦。咁譬如話去雞皮啊、去豬皮啊等等啦。咁藥材好似啱啱講啦，煲湯其實都少不免會用到嘅。譬如話淮山啊、蓮子啊、薏米呢啲啦，其實佢哋係含有比較高嘅澱粉質嘅，咁所以唔適宜大量去採用作為一個煲湯嘅材料。咁啊，盡量減少進食煎炸食物啦。烹調方法咧就多選擇用一啲蒸啊、燉啊、燜啊、烚啊、灼啊同埋焗呢啲。咁最好就用易潔鑊嚟煮食。咁因為易潔鑊咧，就每一次去清洗咧，都會可以去到油啊，去到油脂嗰啲，咁就唔會話長期積聚喺嗰個煮食器具上面啦。咁糖尿病患者點樣去避免餐後高血糖咧？咁中國人嘅糖尿病咧同外國人有啲唔同嘅。咁空腹血糖水平咧，中國人一般咧都可以控制喺一個相對合理嘅水平啦。係唯獨是咧餐後血糖咧，往往都係偏高嘅。咁嘅原因咧同遺傳有關啦，同飲食嘅習慣有關啊。咁講講遺傳嗰方面先啊。咁因為中國人嘅胰臟功能咧係比外國人去弱嘅，咁分泌胰島素嘅能力咧係爭少少嘅。咁所以咧食完飯之後咧，中國人未必可以分泌到足夠嘅胰島素咧，將糖分化解，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餐後血糖會偏高啦。咁除咗呢方面一啲關於遺傳嘅嘢、基因嘅嘢之外咧，咁仲有我哋一啲即係傳統文化飲食嘅習慣上面，都會造成呢個原因啦。因為咧中國人傳統上面咧係較重視晚餐啦。成日都3餸1湯啊、4餸1湯啊等等，咁份量就豐富啊。咁所以晚餐活動咧，其實喺夜晚咧活動係比較少嘅。咁但係食咧個份量又多喎。咁所以會有好多多餘嘅能量咧，要等待身體去消耗。咁加上咧個飲食係偏重嘅澱粉質同埋老火湯嗰啲，都會令到血糖飆升嘅。咁所以如果要操控個血糖嘅話咧，我哋要有一個認識，就係咩食物會影響個血糖。咁係啦，咁咩食物影響血糖，同埋影響血糖嘅速度有幾快咧？我哋可以用一個指數去量度嘅。咁就係叫升糖指數啦。咁英文個簡稱就叫 GI 啦 ，Glycemic Index 啦。咁咧我哋要盡量減少去進食一啲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咁高升糖指數嘅意思就話咧，嗰個食物係會令到個血糖快速升高。咁而低升糖指數食物咧，就會令到血糖咧上升係較為穩定嘅，緩慢上升而唔係急速上升。咁呢個圖咧就可以顯示到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同埋低升糖指數嘅食物，佢相對喺個時間嗰度點樣去影響，食完之後會點樣影響個血糖？你會見到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咧係好快食完之後咧就會令到個血糖飆升啦，而低 GI 即係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咧，佢係食完之後會令到個血糖咧緩慢咁上升，而且嗰個最高嗰個血糖值咧亦都唔會係去到好高嘅。咁由於升糖指數低嘅食物咧係有助控制血糖啦，所以建議多啲選呢啲食物並納入日常嘅飲食當中。
咁糖尿病人去編製餐單嘅時候呢，注意唔可以淨係選擇低升糖食物，而係喺均衡飲食原則底下多選低升糖嘅食物，以攝取各種唔同嘅營養素。咁咩數字以下為之低升糖指數呢？咁就55或以下啦。咁中升糖指數就56至69啦。咁高升糖指數就係70或以上嘅。咁咩叫做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呢？咁可以舉啲例子啦，譬如話已烚熟嘅番薯啊、眉豆、紅腰豆、扁豆類、黃豆。水果可以包括蘋果、車厘子、青提子、西柚、奇異果同埋橙。咁咩叫高升糖指數呢？白麵包、威化餅、粟米片、糯米飯、白飯。已烚熟嘅薯仔，注意係薯仔，唔係番薯。番薯係低升糖指數，薯仔係高升糖指數。同埋西瓜。咁夾喺中間嘅都係啲中升糖指數嘅食物啦。咁譬如香蕉啊、粟米啊、米粉啊、一啲消化餅啊、麥包啊咁樣呢啲咯。好，另外要再講啦，粥呢其實係升糖指數係十分高嘅。咁喺一個測試入邊呢，顯示正常嘅人如果進食咗白粥之後呢，係需要2個鐘咁多先至將到個血糖嘅度數降翻去安全水平。咁所以如果糖尿病人佢胰臟功能受損，又或者細胞對於胰島素反應係已經受損嘅時候呢，佢係需要更長時間先可以令到血糖呢係降翻去一個正常水平嘅。咁所以呢，糖尿病人係盡量唔應該選擇粥品。好，另外要講嘅就係老火湯啦。咁老火湯如果要煮出味道呢，豐富嘅真實材料呢唔少得啦。咁啊仲要經多個小時去熬製呢，咁精華濃縮就變成湯水啦。咁一嚟呢，營養精華化；二嚟湯水易入口。咁啊過量嘅澱粉質呢，就一下子就被吸收啦，因為佢已經係液體，就非常之易入口啦。咁血糖上升相當快㗎啦。咁結果就加重咗胰臟嘅負擔。咁呢，水果都係一個問題喎。水果我哋應該要食，但係食嘅時間我哋要講究一下。咁飯後果呢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食飯嘅時候呢，其實已經攝取咗好多澱粉質㗎啦。咁如果食完飯再食水果嘅話呢，胰臟又要再處理水果嘅糖水呢，咁血糖想唔升都難啦。咁如果想食水果呢，就可以安排喺食完飯之後1至2個鐘，等身體吸收完夜晚嘅糖先至進食就最好啦。咁呢就呢度舉啲例子啦。咁3條半嘅腸粉呢，就等於1碗飯嘅份量。咁個半雞包仔呢，就已經等於1碗飯㗎啦。咁所以其實飲茶嚟講呢，啲叉燒包啊、雞包仔啊，凡係啲白色嘅包呢，其實好快就已經等於1個飯嘅份量㗎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咁好啦，另外雞尾包啦，糖分高啦，脂肪又高啦，咁佢係相等於大約2個茶匙嘅油嘅。咁另外呢，有啲用甘筍煲嘅湯，咁因為呢，佢係屬於根莖類啦，咁所以佢嘅糖質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呢，如果用甘筍煲嘅湯水呢，應該要少啲飲用啦。咁一隻雞蛋型嘅薯仔就等於1滿湯匙飯。咁用薯仔做嘅湯水呢，其實都應該要盡量去少飲用嘅。咁呢，如果食蘋果呢，連皮食嘅話呢，就可以增加纖維素啦。奇異果含豐富維他命 C， 佢都係一個好選擇嘅水果嚟嘅。咁呢度呢，有一啲湯水嘅食譜嘅建議啦，咁都係比較算係一啲升糖指數比較低嘅一啲嘅湯水啦，包括係一啲魚湯啊、豆腐湯啊、瘦肉湯啊、冬瓜盅，其實全部共通點都唔係一啲長時間熬製嘅老火湯，亦都唔會落太多一啲
糖質比較高嘅材料啊，係啦，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啦。咁一啲家常菜咧，其實都可以俾大家參考嘅，譬如都係你見嗰啲烹調方法都係以蒸啊、煮啊、呢啲為主啦，咁就唔會話落咗太多嘅油分、糖分嘅，譬如蒸雞啊、蒸豆腐啊、蒸魚啊、蒸肉餅啊，甚至乎清炒時菜咁樣啦。咁啊，未必餐餐都煮到嘅，咁所以出外飲食都有在所難免啦。咁冇辦法之下，如果要出街飲食嘅話咧，其實都有啲要訣嘅。咁盡量控制返食嗰個份量啦。咁多啲叫蔬菜啦，少啲叫肥肉同埋煎炸嘅食品啦。咁多啲選擇蒸、灼、燜、焗、烤製嘅菜肴啦。咁盡量嘅原則都係少油、少肥、少醬、少糖、少芡汁。盡量減少有麵包糠或者麵粉嘅食物啦。多啲選擇生果拼盤作為飯後甜品。咁又係有啲例子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啦。如果出街食飯，有啲咩菜單上邊嘅菜係可以點咧？咁可能白切雞啦，但係緊記自己去皮啦，或者叫佢幫手去皮啦。瘦肉意粉啦，少汁啦，或者免埋汁啦。菜遠牛肉飯啦，瘦肉湯粉麵啦，呢啲都係推薦嘅。咁如果大家高興有時會飲茶咧，其實都有啲點心啊，嗰啲都可以盡量都可以選擇啦，係啦。咁譬如話一啲蒸嘅點心啦，譬如蝦餃啊、菜苗餃啊、燒賣啊、粉果啊呢啲啦。咁珍珠雞啦，咁當然珍珠雞個份量就一定要係細啦。腸粉啦、菜肉包啦、蒸蘿蔔糕啦、灼菜啦。好啦，咁如果晚市嘅話點樣咧？咁如果係中式餸菜嘅話咧，都係揀一啲蒸嘅嘢為主啦，譬如話蒸魚啊、蒸蛋、蒸豆腐啊、蒸肉餅、去皮嘅上湯雞啦、上湯時菜啦、雜菜煲啦。好啦，又係一個總結啦，點樣預防糖尿病咧？注意飲食均衡啦，多啲食高纖維食物啦，譬如話蔬菜水果啦。或者未經精製嘅穀物類，譬如話全麥麵包啊、糙米等等啦。不要經常進食高糖分同埋太油膩嘅食物。不要暴飲暴食，以免積聚過多嘅熱量，令到身體肥胖啦。保持適當運動，並且持之以恆啦，唔係話做完一日兩日好興奮，然後就丟淡咗唔做。餐後血糖高啊，我哋有樣嘢可以做嘅，其實就係飯後散步，以急行嘅方式咧，就行30分鐘。咁其實咧呢個都冇藉口㗎啦，因為咧其實一個簡單嘅運動，亦都唔需要太高嘅體能要求啦，可以配合到日常生活啦，亦都可以減低血糖，任何人都適合嘅，甚至乎冇運動習慣嘅人士咧，其實就由今日開始可以坐言起行㗎啦。咁就呢度就純粹嗰個有少少賣廣告，咁呢啲就都可以唔使去講㗎啦，呢啲。好，咁我今日要分享嘅就係咁多啦，唔該晒咁多位。